蜈蚣的厝户两座山当寮咧，厝子就无方便。蜈蚣定定被带厝内的人乌出一条路。大伫厝边有一个名叫智嫂的人，对牛讲讲：你安尼做，你免受误。你想看觅，你年岁遮尔大，并恁爸仔囝，就算用2、4人的气力，小小恶扛这2座大山，嘛是完全无可能的。蜈蚣叹一口气讲：戆的人是你，毋是我。虽然我老啊，不过我有后生，后生也有孙仔，孙仔阁生囝，囝阁生孙，一代一代学落去，是无尽无尾的山是死的，袂阁大悬。只要咱意志坚定，一直学落去，学一点仔减一点仔，总是有学变的一天，是毋是？智嫂无去回应，蜈蚣照常逐工乌山。蜈蚣的精神感动上帝，派2个大力神连夜将两座山害走。世间事毋管偌艰难，只要挺做、有耐心做，一定会成功。